皇上，你这身装扮，鹏鹏觉得，作为皇后，总在人群中五彩斑斓、金光闪闪的惹人注目不太好，还是肃静一些。皇后为何突然有了这等觉悟？这段时间，我做了深深的自我检讨。我觉得我这个人个性张扬，爱玩，毛手毛脚，不太懂得顾全大局，实在是太不懂事儿了。这是病，得治。朕知道，你能服软卖乖、低眉顺眼，是形势所迫。可，朕还是愿意听你说这些。说吧，可是为了御史案一事来求朕？是。还希望皇上从宽处理。给朕一个理由。杨爷那孩子还小，年少轻狂，血气方刚，不懂事儿。再说，他爹也老了，一辈子征战沙场，才换来我们的安稳。接着说。再说九王，鹏鹏平时确实与他多说了两句，但是绝对没有越轨的行为。鹏鹏对他更是没有任何非分之想。我知道，皇上一直误会我们有一腿，你要知道我多委屈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我与赵王也是同病相怜，都是因为江氏。我常与他在一起治愈疗伤，想着有什么办法才能笼络爱人的心，他也不容易。现在江氏又，还有江氏又不能提，这又戳您的肺管子了。你这个哭法，朕可受不了。原本，朕只是想给他们一个警告。更想让你明白，你应该依靠的是谁。那还用说吗？我早就想好了，我最应该依靠的就是皇上您呐。但愿你是真的这么想。等风波过去后，朕会从轻处置。你不要再哭了。皇上此话当真？君无戏言。皇上，您之前说过要得到我的心。我觉得，只要您愿意，那些都不重要，我随时都可以。不管您是哪里不舒服，哪里不得劲儿了，随时来行省宫找我。朕向你道歉，朕忘了刚才要和你保持距离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张陵从军中开除，永不复用。杨玉削其爵位，夺其兵权。杨玉之子杨延收回其宅院2处。九王降为郡王，罚3年俸禄，钦此。谢皇上恩典。这就完了？那我呢？你觉得，你还有什么能让朕罚的？你是有官职还是有爵位？你是有房产还是有田地啊？你是不罚我，可你这更加羞辱了我的人格，践踏了我的自尊，让我这辈子都……够了！这次的事情，让朕给强压下来了。朕只愿你等今后，严于律己，洁身自好。都下去吧。臣谢主隆恩。没想到娘娘的装束还真流行起来了。没办法呀，虽然过去了几日，风声依然很紧，只得伪装前来。先说正事吧。哎，两位辛苦了，先喝点水。此次齐胜就是想警告我们，千万不要做不该做的事。他想杀我们，就是易如反掌。哎，本来这次以为自己命不久矣，谁知道还能逢凶化吉，躲过这一劫。你倒是个乐天派，齐胜没杀了我，
可我老爹快把我打死了此次齐胜看似没有危及任何人的性命，但实则却借机夺走了杨家的兵权，削去了我的爵位，这等于把我的实力全部夺走了。张陵乃张家最大的羽翼之一，让张陵离开军中，就等于让张家元气大伤。九弟啊，相比于杀头，这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哼，我们九哥能这么想吗？九哥可是心比天高。当然，他命并不比纸薄。我是想说，好了，齐胜他做了这么多，就是想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命都在他的手里。他想杀我们，随时可以杀，只是看心情。确实也是，自己的命运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，是挺难受的。为了日后能摆脱这种困境，我们定要处处小心，谨言慎行才是。杨将军，此次就委屈你和杨家上下了。皇上，我们杨家一切的东西都是皇上给的，我那逆子杨延犯下了滔天的罪行，皇上却肯保全我们全家的性命，臣一时感激不尽。杨将军，快请起。皇上，臣有一事不明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杨将军是想问，朕为何不借机将他们一举拿下，是吗？皇上圣明，臣想，皇上是因为皇后娘娘吧？不过，它只是一方面原因，更重要的是，此时正值北漠兵变，更是到了用人之际，朕必须维稳朝局才行。皇上圣明。不过，臣有所疑虑，如果真到了用人之际，这赵王和九王也难以安置啊。这便是用人要疑，疑人要用的妙处所在。哦，皇上如此年轻，却能高瞻远瞩，真是令臣佩服啊。娘娘，咱们这次呀，算是躲过了一劫，这说明皇上是真的心疼您、顾及您呀。让我矛盾的正是这点。齐胜他明明对我们恨之入骨，却不对我们下手，也不愿意和我走得太近，我实在是猜不透，他到底在顾忌什么？还是他另有阴谋？这世上哪有什么人是一眼就能看透的呀？有的人呀，就是让我们留着慢慢看的。怕是齐胜这个人，我这辈子都看不透。我最讨厌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人手里。这件事情更加告诫我要与九王坚定地走在一起。如今想要见你一面，实属不易啊！我是找了个借口给你送礼物才前来的。这盒子里的东西是太皇太后送给你的，这个同心结一直是我随身之物，现在我把它赠予你。九王，谢谢你啊，可我现在动不了了。没事，你就拧着吧。九王，你送我同心结，这几个意思啊？鹏鹏送我的荷包，我一直带在身上。我希望这同心结，你也能长留身边。北漠之战，十有八九我也是要前去的。我的心与你同在，即使战死沙场，我也无憾了。九王，谢谢你的好意。你放心，我的心会一直跟你在一起的。我现在不方便送你了。强公公到。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强公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奴才这是给您送皇上的口谕来了。皇上命娘娘于今日午时大明宫书房见。他要见我，为什么要去书房那么神圣的地方？娘娘，皇上还有一个口谕，那就是不得问为什么。就爱跟我玩这种虚的，想见我就直说嘛。你们说他这个是不是叫爱装逼遭雷劈？娘娘，您一定要去啊！皇上说不定给您准备了浪漫大礼呢。大礼？最近怎么了？怎么都送我礼啊？你不是说要送我大礼吗？礼物呢？这
就是朕送给你的礼物啊。你确定？那我可就不客气啦。张胖胖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难道你送我的礼物不是抱抱？朕的意思是，这些书是朕送你的礼物。朕知道，这对你来说确实是一个惊喜，因为你从根儿上就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。不过今后，朕会亲自来教导你，将毕生心血都交给你，以便日后你好教导浩儿。从今日起，你便常伴朕左右。啊，我能常伴左右？是的，不要感谢朕，速速收礼谢恩吧。谢皇上。